乡亲啊，若是摕这个三倍罐到花莲去洗伤款食夜市，会当抽50寸的电视。 咱花莲东大门夜市啊，是足侪人最爱去的所在，连小食拢做特色的，亲像阿美族传统的便当，意思是真人的便当，还有林道香的编辑，足够工的，甲猪米放入去，咸猪肉，食起来足香的，配合三倍罐的发型有优惠。 东大门以及11大街这2个场域，因为它是属于封闭型，在这里面的商家全部都会参加。洗夜市啊，可以当抽大奖，活动对这个月15号开始，一直到年底，只要去东大门夜市啊，欣赏相款，具体到景观相款，这地点用3倍罐消费，都可能会抽到电视。每个月10号会抽奖，拢总有6个人会得奖。 在夜市它属于小额消费，它基本上这次面额是200块，所以为了刺激游客的消费，所以我们特别就是安排这一次的活动。东大门夜市啊，准备要拍联名展，有套餐会当选择一张200块的3倍罐，上悬会当食到300块。县政府和各区的主委讨论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响应。15号3倍罐上路进前就会公布内容，方便大家选择。